今日呢段片咧，本來就應該同你繼續介紹下我身邊嘅人，佢英國嘅妹妹嚟咗馬來西亞，我哋帶去邊啲地方玩咁嘅。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呢兩日香港好多朋友心情都唔會好噶啦，因為喺大埔嘅宏福苑發生咗一場好大嘅火災啦。咁喺咁嘅緣故之下咧，我相信我呢啲吃喝玩樂嘅片咧，應該暫時抽起先。咁所以今日咧就臨時決定將呢套片就留翻下星期六先播俾大家。呢幾日睇到好多新聞啦，其實呢一單嘅火災已經成為國際新聞啦。無論喺電視啊或者社交媒體上面咧，都見到好多專家走出嚟講佢嘅高見嘅。有啲就話竹棚唔啱用噶啦，應該用鐵架啦。咁有啲就話啲發泡膠嘅問題。咁其實對我哋嚟講咧，呢啲事件已經發生咗啦。我好希望咧，呢啲咁多高見嘅專家咧，下次真係喺未發生嘅時候做一啲嘢啦。即係話幾個月之前，其實喺中環都發生過一次類似嘅火災嘅。咁但係嗰次咧就係一個商業大廈嚟嘅，就冇人住裏邊。當時其實嘅情況都係一樣。點解呢啲專家喺當時又唔提出你哋嘅高見呢？咁但係呢啲專家咧，其實依家都可以做啲嘢嘅，就係麻煩你哋去好多香港唔同嘅地方睇睇，依家好多做緊大維修嘅工程，用緊呢啲唔知合唔合規格嘅保護網，做一啲測試啊，幫一幫依家其實未有火警發生，而亦都有咁樣危機，因為佢哋都係被逼做呢啲大維修嘅人，去睇睇究竟佢哋嘅承建商係咪跟足指引去做嘢，保障下呢班市民，唔好等另一次有新火災嘅時候先至再出嚟講你嘅高見咯。咁反而咧喺火災裏邊咧，我就睇到一啲好感人嘅場面啦。有好多市民義務咁去到現場幫手啦，捐出佢哋嘅物資啦。喺電視上面見到訪問嘅時候咧，有位先生就話呢啲係人之常情，即係唔覺得自己係一個英雄去幫手咯。另外亦都訪問一個學生，呢個後生仔都話尋晚佢成晚都瞓唔着。如果當一啲人見到呢啲咁嘅場面嘅時候，佢會瞓着咧係正常嘅。如果仲瞓得着嗰啲咧，先至有問題。咁因為今次係一個國際新聞啦，我依家住喺馬來西亞嘅時候，好多本地嘅朋友咧都有 WhatsApp 問我。其中一個朋友就話：乜原來宏福苑係舊樓嚟㗎？我以為係新樓添。咁佢呢個問題係令我諗起，咦，其實好多喺大馬嘅朋友咧，見到我哋香港好多媒體嘅廣播嘅時候，可能唔知道背景時候，會發覺，咦，點解有啲人咁激動嘅咧？有啲人會鬧政府嘅咧？咁其實咧，背後係好多故事嘅。咁所以咧，不如我今集咧就當係為喺大馬嘅朋友講一講解，點解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咁多媒體都會咁激動，甚至有啲 YouTuber 咧好敢言咁鬧政府添。因為嚟到2025年咧，唔係個個都夠膽咁樣講政府噶啦。好啦，咁先講解先。宏福苑咧，其實我哋叫做居屋嚇。居屋咧就唔係一啲傳統嘅私人屋苑嚟嘅，叫做居者有其屋。居者有其屋嘅創立咧，就係因為喺60年代咧就有公共屋邨嘅出現。當時咧其實都係因為一場大火，係石硤尾大火。當時英國殖民地政府咧就好快咁就建成石硤尾新村，就容納呢一班嘅災民嘅。好啦，咁跟住咧呢一啲嘅公共房屋咧就變咗一啲平價嘅廉租屋，我哋叫做廉租屋嚇，因為政府咧就會用一個好平嘅租金租俾一啲合資格低收入嘅家庭嘅。好啦，日子咁過，由60年代去到70年代，去到80年代。呢一班家庭咧開始慢慢努力工作，賺到少少錢咯。咁當時香港嘅英國政府咧就決定不如我哋做一個叫做 Home Ownership Scheme，即係咧居者有其屋。就用一個比較平嘅價錢，有時會係6折、7折，即係唔會係半價嘅。咁然後咧，公屋嘅家庭咧就可以入紙申請，要抽籤嘅喎。抽到的話咧，你就可以用比當時市場價值平大概40%左右嘅買價，就買呢啲嘅屋苑嘅單位啦。嗱，呢種屋苑單位咧就比較簡樸少少，但係咧就會比公共房屋好少少。但係亦都唔夠私人屋苑咁豪華啦。咁今次大火嘅大埔宏福苑咧，就係其中一個嘅代表作啦。
因為佢嘅位置咧係非常之靚嘅。講緊大概10多年前啦，我身邊嘅朋友同佢妹妹咧就決定用少少資金喺吉隆坡就買咗個單位收租嘅。其實佢哋做呢個決定之前咧，我叫佢哋不如睇下香港啦。當時咧，我陪佢哋係睇過宏福苑裏邊其中一個單位嘅。我仲記得咧係喺臨海，即係靠住海邊呢3座其中之一座，佢個海景咧，我肯定係靚過西九好多個單位嘅，係對住一個無敵嘅吐露港嘅海景。我諗翻轉頭，如果當時第一批買到呢啲居者有其屋喺宏福苑嘅單位嘅家庭咧，一定好開心嘅。我哋香港人有句説話，如果你抽到公屋咧，就等於中6合彩咁開心。我相信咧，如果你抽到居屋咧，應該都等於6合彩嘅2獎咁開心噶啦。好啦，咁大馬嘅朋友，你知道咩叫做公屋，咩叫做居屋啦？咁我就想嚟代入一個角色，感受下我哋香港人依家嘅感受。你而家聯想下，你喺80年代啱啱出嚟做嘢，係住緊公屋嘅，又咁幸運喎，抽到呢個居屋，揀到一個好靚嘅單位，好開心啦！之後嗰20-30年，你就努力工作，日日工作，夜夜工作，都係為咗供呢一層樓。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香港嘅電視新聞啦？有時我哋颱風嘅時候啊，即係打風啊，或者水浸啊，或者黑雨警告嘅時候咧，好多香港市民被訪問嘅時候都會話唔得㗎，我要趕住返工啊！咁搞到依家好多香港人都攞呢樣嘢嚟做笑話，就係話返工對香港人嚟講係好重要嘅。咁其實點解返工對香港人嚟講咁重要咧？更加深嘅一個層次就係因為佢哋要供樓同交租咯，所以住屋係香港人必須嘅一樣考慮嚟嘅。好啦，咁你就買到呢個居屋單位啦，做咗咁多年之後，日捱夜捱，終於嚟到退休嘅年齡啦，諗住已經供起層樓，可以安享晚年退休啦。突然之間，政府同你講，你要夾錢做大維修喎。呢個大維修係咩嚟嘅咧？因為香港好多都樓宇老化啦，咁所以咧當時政府咧就強制所有香港住宅嘅樓宇1930年咧就需要做呢個大維修啦。好啦，做大維修嘅時候咧，咁通常咧私人屋苑咧就有個業主委員會啦，咁但係咧居屋咧就比較更加複雜，咁之後咧就要做一個投標嘅動作，即係 tender 啦，揀一個承建商去幫我哋做大維修。咁所以最近大家經常見到關於呢場火災嘅一啲嘅新聞報導嘅時候，有啲 YouTuber 會講咩官商勾結啊，就係因為佢哋覺得呢啲大維修咧全部都係圍標嘅。香港人叫做圍標咧，就係因為呢啲 tender 叫做投標啦嚇。咁每一個工程咧，通常都有好多個投標單位去一齊去投標嘅。咁但係呢班投標嘅工程公司咧，全部都打龍通。變相地咧就令到個價錢唔會低啦，咁所以咧大家可能會睇到一啲香港嘅媒體報道，就係今次喺大埔宏福苑裏邊嘅居民咧，其實喺佢哋通過呢個大維修嘅投標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質疑點解要3億3千萬咁貴嘅咧？但係事件上咗新聞，電視播完，又係不了了之，結果大維修照進行，咁所以咧當時咧你就被逼要攞16萬又或者18萬港元出嚟啦。咁如果講緊18萬咧，大概我相信係9萬至8萬嘅馬幣度啦。呢個數目咧就係我哋做大維修嘅，你係必須要俾嘅。呢個數目咧話多唔多，話少唔少，但係對好多老人家嚟講咧，其實可能係佢哋嘅。大家嚟時講句棺材本嘅一部分嚟㗎啦。好啦，咁你被逼咧就俾咗呢嚿錢做呢個大維修，結果咧依家就火燭，連你個單位都燒晒啦。代入咗呢個角色，如果你係一個住喺香港大埔宏福苑嘅居民，你會有咩感受咧？我諗除咗悲哀之外，亦都會加上啲憤怒咯。咁所以咧，好多香港嘅媒體裏邊都帶住一啲怒氣喺度嘅。咁尋日咧，我喺馬來西亞嘅屋企裏邊咧，就睇緊香港嘅新聞啦。通常我6點咧就抱住個電視機嘅啦，諗住睇下最新嘅狀況係點樣啦。誰不知6點嘅時候，特首出嚟講嘢，一講就講咗半小時。結果咧，本來我睇咗15秒鐘一個喺現場報導嘅記者講翻現場嘅情況，
我一啲都睇唔到。咁喺特首呢半小時嘅講話裏邊咧，最吸引到我睇到嘅咧就係一個中國銀行嘅銀行戶口，就呼籲大家咧可以捐錢入去幫助宏福苑受影響嘅居民嘅。咁香港政府咧就擠咗3億元入去啦。咁我就上咗香港2間比較大嘅地產代理公司嘅網頁啦。宏福苑最近嘅成交咧，大概都係200幾萬啊、300幾萬咁樣。咁其實咧，成個屋苑咧就有8座嘅，總共咧有1984個單位。好啦，我唔計晒佢8座啦，淨係計佢燒咗個7座咁計啦，就即係1736個單位。每個單位咧，我就用翻正話所講，用佢300萬一個中間數嘅成交價啦。依家燒咗所有嘅物業加埋嘅總值咧，應該係52億。政府個3億可以幫到啲乜呢？再加上有啲保險嘅專家出嚟講，佢哋睇到依家承保嘅一間保險公司講，呢個屋苑買嘅保險咧係 cover 到20億，即係話連一半都 cover 唔到，都未計算佢哋依家裏邊嘅人命傷亡啊，同埋裏邊嘅私人財物。我自己又上網睇一睇啦，政府喺2024年資助呢啲嘅港產片嘅製作，都資助咗4億8千萬啦。今次呢個火災咁慘重，我希望香港政府俾多少少資源，唔係3億咁少啦。咁上呢啲網站嘅時候呢，我又發現一樣嘢，中原同美聯呢2大嘅地產公司嘅網站呢，都非常之好，佢哋反應好快，即刻將宏福苑呢下架，唔想大家睇到裏邊嘅嘢。但係喺另外一個網站呢，我仍然睇到呢個宏福苑有啲嘅賣盤喺度。喺呢啲賣盤裏邊呢，其中一個單位仲話佢哋已經做完大維修添。咁同埋喺呢個放賣單位裏邊嘅照片呢，亦都清清楚楚睇到所有嘅玻璃窗點樣用發泡膠遮蓋嘅。咁其實我覺得依家香港政府同依家啲專家最着急要做嘅咧，就係真係好慎重咁睇翻依家香港所有做緊呢啲外牆大維修嘅工程，究竟有冇呢個火災嘅危險？如果有的話咧，真係要慎重處理。我睇到其中一單新聞咧，就話好多呢啲嘅外牆維修嘅工程咧，就即時拆晒呢啲綠色嘅保護網落嚟啦。咁其實我喺香港咧有個朋友屋企咧，都係做緊外牆嘅大維修嘅。我問一問佢咧，佢話唔係，仲喺度，影咗張相俾我睇。咁所以咧，其實依家喺香港好多棟大廈咧，都好似同宏福苑一樣咁高危嘅情況喺度嘅。今次好多香港嘅專家咧，就不停講佢嘅高建，各有各講。有啲咧就話應該唔好用竹棚啦，應該改金屬嘅。有啲咧就話唔關事，係嗰啲助燃嘅物料，例如依家綠色嗰個保護網啦。政府嘅消防警方發言人咧都係話發泡膠係呢個主要嘅原因。但係我睇翻其中一個媒體嘅報導裏邊，已經燒毀咗嘅其中一棟，睇到有一半嘅發泡膠好似都仲喺度，似乎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就應該係嗰啲綠色嘅保護網係最大嘅危險。但係我唔敢扮專家啦，我都係做翻自己本分，希望同馬來西亞朋友講清楚，依家香港發生緊咩事？呢個宏福苑嘅背景係啲乜嘢？點解依家香港咁多媒體咁樣報導啦？但係咧，有啲報導裏邊咧又幾有溫情嘅，例如好多香港嘅市民真係落手落腳去幫助受影響嘅家庭啦，有啲就捐一啲物資出嚟啦。我最欣賞嘅一班年青人啦，佢哋真係親力親為咁去幫手搬啲嘢。其實早幾日咧，我吉隆坡呢個 G Residence 嘅屋苑咧，都做咗個走火演習嘅，預早通知我哋喺某日嘅某個時間咧，要用走火樓梯走落樓下一個 assembly area 咁嘅。諗翻轉頭，佢哋真係處理得幾認真嘅喎。我住香港咁多年咧，喺啲屋苑真係冇做過呢啲嘅消防走火演習喎。其實諗翻轉頭咧，似乎喺其他嘅地方咧，佢哋處理得認真啲。例如英國嘅林肯咧，每逢星期四佢哋都會響晒啲警鐘啊、啲煙霧感應器啊，測試下佢哋有冇問題。其實呢樣嘢依家諗翻轉頭係必須嘅喎，因為好多時候好似今次宏福苑裏邊有人講啲警鐘唔響啦，其實每個星期響一響啲警鐘都係一件好簡單嘅事，但係香港人就可能會投訴你滋擾，但係喺外國人嘅生活習慣裏邊咧，佢哋又覺得呢個係必須嘅喎，因為安全啊嘛。
今次之後，我唔知香港嘅屋苑會唔會做多啲一啲咁嘅消防演習啦。好啦，講到呢度呢，我仲話睇一睇新聞。依家呢，喺宏福苑嘅死亡數字已經上升到128人啦。呢排呢，可能大家喺電視上邊啊，又或者喺啲媒體上邊睇到啲令你好不安嘅畫面啊，瞓唔着啊咁樣啦。我有個舊同學幾好啊，佢喺 Facebook 上邊呢 post 咗一張令人哋好寧靜、好安詳嘅圖片。結束今日節目，送俾你，拜拜。